想要輕鬆自在玩轉日本咁多靚景，租車自駕遊絕對係最佳選擇。GBA 今次為你整理咗一份詳細嘅日本租車攻略，讓你輕鬆自駕遊玩轉日本。大家喺出發之前，記得預先準備好租車所需要嘅文件。喺日本租車需要護照、身份證明文件、國際駕駛執照同香港駕駛執照。信用卡因為大部分車行只接受信用卡支付按金同費用，建議提前透過各個網上租車平台預訂，根據人數選擇車型，記得留埋位俾行李，預每人一個大篋啊。例如2至3位同行適合小型車，4位以上最好選擇 SUV 或者7人車啦。至於取車地點，選擇機場攞車就最方便啦。日本各大機場都有租車櫃台，車場大多設置喺機場周邊，行幾分鐘就可以輕鬆攞車。一落機就可以放行李上車，直接開始自駕旅程。攞車時仔細檢查車身狀況，發現有咩損壞同問題，記得即刻同店員反映同記錄低。仲有記得確認車嘅油量係咪滿。嚟到日本租車之外，仲可以租埋 ETC 卡喎，會更加方便㗎。ETC 卡記住要插喺特定嘅位置嗰度，就喺呢度啦。過收費站嘅時候就可以自動付款啦。建議大家一定要購買全保，避免萬一發生意外需要付上高額費用，保障自己。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